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按照因为一对航空公司的广告，推动池上有这个受到大家的注意。池上因为在华东中国的地段，头摆路轨点有胜利来往，特别有南湾开发队的用面，屯林五区的多数的工业，采取的规划的光景。火车站所在地丰原是池上前闹热的地区。按照居民也是忙嘅做社区演出，想去寻找老人家嘅记忆，也要帮后生嘅了解自家生长嘅素材同文化嘅景。因为发起长久已经有50多年历史嘅五族戏院，结合文创同观光，同天涯白10多年嘅老大铁店比这个开张，还发挥米香特色，等人游客用米谷粉来做米披萨，也研发出番瓜米鸡卵糕。创造社区产业，而本米产业被加出韩国升级，也会打造家乡韩国美好的未来。好本后生的留在喺家乡也有发展的机会。5种颜色都入菜嘛哈。第一个就是我们黄色，黄色就是我们玉米嘛，加上我们的水果就是用苹果，绿色的话就是青椒。再来是凤梨嘛，开胃。社區媽媽冇限準備定各種食材，等下仲要下我嚟做披薩 DIY 體驗，入披薩就嘛貼貼嘅喏。如果說都是來到這裡都是吃池上灣包，沒得玩，那我們湖眼社區，就要我們這些媽媽來創意來做這個米披薩。這個皮就是咱的地上米，落去做的米皮，米咱的鳳梨米。米披薩睇起來鮮色，食起來運用版，大家都當上啲。糖你沙去媽媽見教，開始做。攏總啊鋪滿，等下咱切的時陣，伊內面的料袂散散就會拉絲。做成塔。然后青椒、玉米、香肠，然后全部都加很多。池上米是全台湾最有名的，对啊。然后那个披萨用米做的，然后第一次看过嘛。披薩做好，插頂河馬派，用到繞肚，繞勻200圖，配15分鐘。冇強溶雞團，喺皮度冇強溶雞香味。哎，这个铁不要去摸到很烫各位观众，22号。好吃。你跟外面的那个披萨吃起来觉得有什么不一样？比较好吃。怎么说？因为自己做的。自己做的特别有成就感這樣子。啲老夫出頂自家做嘅披薩，吃到貼片入味水，下講起兩件副歌，是係池上最早嘅一間新麵店。當時池上鄉嘅人口18000也建係鐵路嘅食堂啊，都係過路客啦、買布嘅啦、買藥嘅人只要過船嘅，只要食飯嘅。下後見來見到呢細酒，新麵店冇開地，並啲嘅限定20年，沙基幹部渠道打掃，上辦法外來地住。經過部主通知，冇條件提供俾沙基，老政府正持到經費，就主管來長來管理，喺個清涼老年來嘅建材保留下來，保持現代嘅容額。留低呢較完整呢存20天啊，所以家下就幹部。經常講也想辦法來攞佢活化攞佢做啲利用嘅素材安尼。還有兩隻餅繞，每係沙基公辦是加沙嘅皮嘅。我們裡面大概分3個層次啊。第一片我們打造一個鐵罩，然後我們砌上一個粘土，然後再砌上紅磚。因為我們有考慮到說，既然是 DIY，所以我們在那個溫度的方面，我們有把它做一個。加強，所以說小朋友有時候在體驗的時候去摸它旁邊，它都不會燙。
市场系有名嘅米香，味道嘅人行就冇向我嘅享受。沙琪妈妈唔但抢眼翻嘅米披萨，还有香有名嘅米呢，有 Q 有滑嘅米布丁，韩国用现金往里来了做嘅米饼皮个。味道嘅发展沙琪产业，还有市场米股份老旺铺研发出嚟两种，食起来又软又柔，健康同相应嘅旺铺米芥兰糕，冇色素冇人工加添分。两下系当属分享嘅团购商品，大帮老产业做新发展，沙琪咪希望能摆做啲卖自家嘅东西来做沙琪基金，反馈提高。丰原沙琪系市场嘅行政、文教和商业中心。不过其实市场最早开发嘅素材系金盏村，保姆照丰原县快铁记录，火车头出去的丰原村。现在嘅铁非常天天嘅半丰原台铁，公建最好嘅时节就3件起站，32件测试。是妇女竹田福田水袋加房门都现在接种大家都人买卖你还有呢，渐就给发展起来。那你知道以前怎么进去看电影吗？如果没有钱要怎么进去？跟着大人。对，跟着大人走，对这个年代的有走过，现在小朋友没有想到了。功能透过群体让先时嘅事情，電路氣燃腦背，從因和感受嘅到，言論意義鬧熱漸漸嘅情形。把它保留下来，然后我们来想辦法，看如何来整理它、活化它，让大家重新有到我们早期农村生活的文化感觉。虽然画的不是很好看。唔做氣燃係54年起嘅，70年關門，跳下馬係做舞台戲，幫妹站入烏拍天壤，由400隻為個。起到453，係做起上面重繞嘅五路衝數。部隊退伍都係遐兵啊都來咱遮開田啊，還有做迄個山頂嘅木材嘅人甲做橋安尼才有遐濟人，較早有遐濟人才有法度維持這3間安尼。市場3件起燃，2件之間拆體咧，是用2件唔做起燃。起燃跳價強弱冇條件提供不沙琪內容。年頭沙琪請來老師傅重新打造門面，人工畫出天然看板。嗰啲海報又寬啊，人叫大格子把台北嘅啦，雕台當輩人雕台就台北，加用是天氣笑啊。民眾的看天然那種，我哋是相當一 Q 的嘛，沒有利益的啦本地等於用唔可以限制啦。我們先把門面找出來，讓它變成是一個地方開始關心關注的議題，我們再來尋求如何的奧援，讓政府開始重視這樣的地方文化，來讓這樣的一個文化記憶跟慈善共同的生活記憶可以保留下來。老市場人農時度和其他界度簽到進來，豐原大鐵工坊重新再構經濟，係哪一張成功案例？如火動馬，鐵燒到凍夫，前六土嘅淬煉，打出自己各種道格，每位農村下下日故事。那如何讓農村的一些文化、農村的一些生活可以重新再找回來？那打鐵，它跟早期的農村生活是息息相關的。長尾線係打鐵店第3台創業，喺打鐵業沒落過後，佢轉行做生意，店內咪收起來10年，一直到沙琪來簽機。其實他也一直在懷疑，說這個行業到底可不可以在地方在新埔一起風潮？因為畢竟這個是落伍的手藝嘛沒有想到說接下好了結果這個打鐵工坊恢復了在我這裡生活，沒有想到說生意那麼好一些遊客他們都要看這個傳統的產業。來快一點，對，就是對了。我看不準裡面有一萬，怎麼看不準？不行啊！再來。原諒你啦，
这个都是一个敲的，你看得到。看起来很轻松，可是其实你在敲的时候都要看准，然后要用力的敲。所以我刚刚敲的时候，其实有些都会敲歪。老师傅初心转到嘅最熟悉嘅味覺，副業小狗彈嚟到大鐵上，上烤箱弄許多嘅好。这对我们来讲，它不是只有打铁工坊的重生，它更是一个社区再生的一个更重要的一个指标跟意义。然后现在看到很多的游客都愿意来到这边，变为池上的一个地标，然后对我们来讲，那种信心是无比大的。一下公共銀行唔但搶全國賭注，還有新加坡、澳洲、香港兩個國家內嘅銀行，美軍為安樣，除了應用家伙頭各種道具，官方咪結合溫床，開發社會嘅產能，採到腳頭兩個商品，銀行就得做紀念品帶轉去。無論係大鐵官方、餅店，也係戲人，嚟到做下係聲音催散。唔過戶主都係冇條件嘅提供出來，攞本地嘅慳嘅空間，在利用打造出社區嘅亮點。從這個過程當中，我們確實也碰到了蠻多的阻力在哦，然後包含社區內部的不互信，因為早期要希望居民提供土地來無償，他都擔心我很像借給你的，久而久之會不會被你們社區佔了，所以不太敢，所以不太敢。可是慢慢的透過我們每一個點很用心的在經營，然後讓他們看到，其實不是像以前想象的，反倒是他們都很認真的在處理每一個空間。豐原社區發展協會民國80年成立，20年來透過人潮，逐步實現社區年金，居民睇下嘛，每5年通，到兩下見來見團結。從家做工業咧，咪咁講，社區去做乜嘅？啊，就慢慢咧，點咩啊，因為而家空氣係冇薪水嘅條路嘛，還有空嘅時間就自家把時間出來奉獻本社區我要大家咁樣嘅共識，而係社區當做嘅。熱天嘅暗部雪條，風溜溜嘅，還彈起到好彈嘅音樂。吹上樂隊係社區打造嘅一隻音樂平台，推紅嘅歌手咪係社區之歌。當我從台北回來的時候，然後發現到故鄉裡面的夜間活動非常的少，那我就願意想說，希望有這樣的平台，然後去召集各個社區啦，或者是店家啦，能夠促成這樣子的平台，讓我們歌手能夠來表演。當禮拜5、拜6暗部頭8點到10點，都準時彈起到好彈嘅歌聲，來彈歌唔收錢，落來唔收錢。故日前這個音樂平台，希望大家窮下來彈才體改上。很多人都在問，沒有經費的一個挹注下，我們到底可以撐多久？可是顯然，我們透過大家的熱情，然後支撐這樣一個月台繼續走下去。我們從沒有歌手到一位一的挖掘出來，事實上提供這樣的平台給鄰近周遭的一個，就是鄰近周遭鄉村的一個高中生的一個樂團，讓他們有這樣的一個表演舞台。豐原嘅電影下啲東道社所態度看得出來，佢都如心打造家鄉，是希望家鄉很難好。福原社區雖然它是一個社區，可是我們一直以社區來做慈善的事，是因為我們希望我們留在這邊，我們有使命在。歷史中林建輝、老歌手小盼都係人類故鄉嘅後產兒。林建輝講嘅使命係希望創造出很難站嘅未來，為行業隊都唔是天幕黯然，就因為重大病。豐原人嘅心夢，落冇私心嘅付出，為大家啲幸福眼淚出地點。